适合的啊，因为我国较做无认得的啊。吼，啊，做母语家庭，这想法其实嘛是甲我读音乐有关系哦，因为迄Suzuki 吼是一个日本的音乐的教育家吼，伊提出来讲，点样啊学音乐其实用母语共款的方式啦吼，因为伊就去研究讲，为虾米一个人虾米拢袂晓按母讲话这件代志吼是遮尔啊困难，啊，毋过为虾米所有的人都是提出安尼理论吼？啊，我是捡一寡甲咱咧做诶较有关系啊，吼来藏入来吼。愈早愈好开始吼。啊，这为虾米讲愈早愈好？有人讲非得好好就会教台语啊，吼，所以因为阮伫活动诶时阵拄着做一个家长吼，伊就讲啊，非得国校就会教台语啊，吼，所以我即摆甲伊讲华语无要紧吼，啊，毋过其实是学习吼，母语是爱愈早愈好吼，啊，而且人是环境这要翻出来翻的吼，人是受到环境来影响的吼，啊，所以我感觉提供一个母语的环境最重要吼，所以一定爱做一个母语家庭，所以是因为这个想法吼，所以阮两个就坚持讲爱转成到。啊，若是要讲囡仔的歹话的时阵，要安怎？阮就讲英语啊，好，伊慢慢就来学英语啊，吼。OK， 好啊，所以阮嘛讲故事拢读台语的故事啦，吼，啊，就像拄仔某某讲的，其实找无啥物册是台语的册，啊，阮就规日就先甲用白话甲讲出来安尼，对，就是无啥物文学性啦，吼，啊，毋过就是先甲意思先讲互囡仔听安尼，啊，嘛坚持阮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公阿嬷拢一直爱用台语甲囡仔讲话安尼。好，啊，第音乐的部分，就是阮当然就是我收做侪音乐囡仔歌吼。啊嘛，台语歌谣，而且会听出一个古典音乐吼，啊法语的、英语的、啊客语的歌曲拢有，啊你就发现完全无华语吼，伫阮兜是拢无听华语的吼，完全拢无吼。啊，这是因为其实阮兜嘛无看电视吼，我感觉上重要做母语家庭，就是莫互囡仔看电视吼，安尼就会至少会当救淡薄。有淡薄环境受的影响安尼吼，啊对，袂记讲一件代志，就是因为我住新竹，吼，阮伫新竹其实台语的河洛话环境足少的，吼，出去大家，阮住新竹县，所以大部分阮遐拢是讲客语，吼，啊所以出去其实伊嘛较听无着台语，嘛较无台语的环境，好，啊绘本的部分吼。绘本的部分我嘛是尽量收啦吼，啊毋过因为无啥物台语的绘本吼，所以英语嘛啦照台语讲，啊若有台语的绘本我就拢尽量收安尼，吼我遐搁一本是法语的吼，就是尽量讲啦吼，拢应该讲我的囡仔伊会当分别讲即本册伊是法语的。啊，即本册是英语的吼，啊，毋过这爸爸妈妈拢会使用台语甲伊讲安尼，就是伊自细汉就知影讲，就是台湾有足侪款无共款的人，啊，伊有机会会当学着遮尔啊侪无共款的语言安尼，好，另外阮要提供互伊，因为环境足重要吼，所以阮就有一个台语的 PG 就是 Play Group 吼，就是佚佗的一个团体。所以阮逐个月开始，我就招阮迄个社区附近的一寡爸爸妈妈吼，啊，就是一礼拜一摆安尼，啊，就拢伫阮兜聚会，啊，就是家己找一寡会当讲台语，啊，阮会做唱歌啦吼，啊，若有拄着啥物 Christmas 的时阵，阮就可能交换礼物啊，还是送衣啊吼，这甲节气的活动吼。啊，这 PG 嘛是妈妈吼，也是爸爸支持的团体吼，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无像阮兜是完全全台语的吼，啊，所以我感觉大家都是
无信心啦，讲有必要安尼做吼，啊，而且逐个月其实是讲要做母语家庭的，一个人当出去做实在是太孤单吼，因为我一个人当出去带因，其实是1打2实在是真辛苦吼，所以有兴趣要做母语家庭，一定要找一寡伴吼，同齐做伙啊。好啊。所以这要介绍的是一个较特别的吼，是阮新伫遮有一个是一寡妈妈因阮 BOT 一个黎明服务中心啦吼，啊，阮甲做一个田野亲子馆安尼，啊叫小村子，啊我甲遐规划每礼拜4吼，拢是母语日安尼吼，啊，就是尽量踮遐办的活动拢会当用母语来进行安尼，啊，阮的活动就是。半点钟吼，有妈妈讲故事，啊，有一个阿公会来讲古吼，嘛是有带一寡节气的活动吼，因为附近有田，所以我们就可以会当搬水果啊，种菜啊吼，去田内面散步吼，同齐食饭吼，同齐煮饭啊，同齐耍安尼吼，所以有兴趣的人，你会当就是申请入去迄阮的 FB 社团吼，叫小村子。粉丝页嘛会使吼，每礼拜4拢有，即个是因为吼，其实嘛是最遗憾的吼，就是阮阿辉伊的 PG 要散咧吼，因为敢若伊一个人是完全讲台语，其他的拢会人华语安尼，我感觉安尼对伊的影响实在是足大，因为伊慢慢就会学遐华语安尼吼，所以后来阮就。阮迄个 PG， 阮就是聚会的机会就较少，我主要甲人拢带过来这小村子遮吼，因为遮就是变做个大混龄，因为阮迄个 PG 进前是10个月，所以大家囡仔年岁拢共款，遮大混龄，所以有一寡较大汉的囡仔，伊嘛晓讲台语，就当入来安尼，而且伊即摆嘛较大汉的，吼，所以这是阮伫新有一个小村子安尼。我即摆困境就是讲，我是也听无毋着吼，毋过讲实在是词汇有限啦吼，嘛是都是甲囡仔话安尼，嘛袂晓讲甲是寡俗语啥物嘛，拢袂晓讲安尼，读甲写嘛，拢也袂晓吼，嘿，所以这是后一步吼，就是要家己要爱去学的部分啦，嘿。刷落来就是后一步吼，因为阮开始伫新竹开始安尼做吼，所以有就熟悉，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找资源啦。今仔日来遮方便在讲，你来想法来甲我甲咱做谈一下吼。其实我感觉做无适合，毋过我嘛是教面回来啊。因为我想讲安尼提供我咧做的代志无看定就是会当找着更较侪资源吼，更较侪人知影我的需求安尼吼，会当大家来。三甲当来做一寡代志安尼啦吼，所以即个台湾亲子共学促进会吼，伊伫全台湾其实有几十个安尼规模差不多20几个家庭吼，每一团20几个家庭的共学团差不多40几团的款，毋过拢是华语的团吼，伫台北其实有一个领队吼，叫陈德华，大家可能嘛。应该知，伊是台北的迄领队，毋过伊迄领队毋是台语的共学团安尼。因为我伫新竹遐，我就一直伫等机会嘛一直伫，就是你若真正想要做一件代志吼，一定会有贵人出现安尼吼。所以阮新竹遐就一个领队，伊就最近受到一寡刺激安尼，伊就是讲为虾米袂做看卖咧吼，所以。这是伊就规划讲今年5月吼，应该会招一团吼，所以阮应该去参加这个团，所以阮若在场若有听讲有需要的吼，会当来阮新竹遮参加这团哦，伊敢若咧收10组尔，因为其他共学团伊拢要收20几个，吼，因的规模拢差不多是25个人，25组家庭的规模安尼。伊的费用是1个月，2500，这是平日团哦，逐礼拜共学2天吼，为下早10点到下晡3点安尼，
方式。啊，伊共学团伊是亲子共学，所以伊是家长，伊是主要是家长去学习，吼，啊囡仔其实就是同齐佚佗安尼。再过来吼，等伊搁较大汉的时阵，其实我就会希望伊是会当有谈一个团体内面啊，会当学一寡物件吼，迄种学是讲，比如讲，毋是干那佚佗会学安尼，伊可能比如讲有一寡较系统化的一个学习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即摆伫上个华德福的课程安尼，所以阮嘛是咧招看有人有兴趣吼，阮来同齐来做华德福的台语的共学团。啊，因为伫迄大家若有注意到吼，就伫花莲的港口部落吼，遐有一个港口的华德福的，这个嘛我的学姐吼，这我学姐去因去做的吼，伊就是一个专阿美族的。一个幼儿园安尼吼，所以以上甲大家分享吼，我有做一个FB 的社团叫做母语家庭，若有兴趣吼来分享资源还是来参与的吼，会当伫 FB 一定甲阮加母语家庭一个社团好，多谢。好，多谢。一礼拜一摆，嘿，已经是足忝的代志啊！吼，一礼拜一家，你爱组织爱找员工互伊啊，而且阮拢爱做用，就是爱做拍拼牌，袂使破病安尼。别人会当破病，阮袂使破病安尼，啊，就是阮就是爱做7-11安尼啦，嘿，啊，就是做组织，还是做一个团体，就是有办法安尼，嘿，所以。啊，另外迄个迄是为旧年11月开。多市原住民，所以遐住阿美族。啊，遐进产的嘛是拢有即三个族群的人。啊，所以我足希望讲，因为遐有遮尔好的环境，有天然环境，啊囡仔踮遐佚佗，就像咱以前细汉的伫迄田内面啊，吼，伫迄庄骹安尼佚佗安尼环境，所以我足希望遐会当提供互我囡仔有遮安尼機會。所以我就甲阮迄个小村子的村长，阮迄个村长其实村长，伊其實是一個國校的老師，啊，伊是育嬰假，啊，伊即擺已經轉去學校上班啊，啊，我就甲伊討論，啊，我講看會使有一天吼，咱迄天就攏來講台語安尼吼，啊，本來是因為我剛才有講台語，啊，伊講若是會使有其他的團體入來吼，講客語還是講其他語言嘛會使安尼好無吼，啊，所以本來是台語語吼，啊，所以後來就變做母語語安尼。啊，那阮遐是因為一開始其實是阮 PG 咧活啦，啊後來阮即擺有規劃就是半點鐘的台語故事時間安尼，吼，就是以前是每禮拜活動攏無共款，啊即擺是固定落來，就是20分鐘的媽媽講故事，吼，啊10分鐘阿公講故安尼，啊刷落來時間，阮就可能就帶出去外口散步，吼。去耍安尼，啊，安尼阮做3屆，每一屆拢有無共款的人来，啊，愈来愈侪人。一開始有敢若只4、5組爾，即擺有參加過，應該有差不多15到20組，嘿，無共款的家庭安尼。啊，因為阮就是阮有一個 FB 的群組吼，內面有算的人數安尼對。啊，而且吼，风评还不错啦，因为一开始做甲无人知，啊，即摆愈来愈侪人知，嘿，对，这部分。以上。